呢度行出去咧就係 lobby 啦。Excuse me, may I know where is the gym room？ 哦，OK， 哈哈，我已經問到喺嗰邊。啊，我揾到目標啦！咁每次做運動之前呢，甚至乎係拉筋之前，我都會先拉鬆咗個身體，咁就可以當係一個小小嘅 warm up 啦。每朝早咧做倒轉嘅動作，可以令到人哋精神飽滿、容光煥發，加速新陳代謝，咁即係皮膚又靚啲，黑眼圈又少啲。每次做運動前後咧，我都會花至少15分鐘嚟做拉筋嘅，咁我哋女仔先至唔會練到啲肌肉一嚿嚿嘛。轉身嘅動作咧就可以用嚟加快腸道嘅運作，即係 shit。咁之後我就會做一啲負重嘅運動。咁每做咧就可以慢慢咁做12次，呢個動作咧就可以用嚟提臀同埋收腿部嘅線條。呢個動作咧就可以收手臂同埋練背部嘅線條。咁我就習慣每組嘅動作做完之後呢，我都會重複再做多一次。咁當然都要收一收手臂嘅拜拜肉啦，咁就唔怕同人講拜拜啦。跟住呢，就做2分鐘嘅平板去收一收個肚腩仔。我仲會加入一啲動作去針對大髀嘅外側同埋提臀添。
再重點訓練一下腹肌。最後就可以跑45分鐘嘅跑步機，咁就完成啦。做完運動啦，我舒服晒，而家去食早餐啦，同佢哋。